I must go. The sea will take you from me. I will. 爭議票房雙爆，諾蘭烏德賽狂攬17億，狠狠打臉好萊塢。諾蘭史詩大片烏德賽未登陸中日韓，全球首週末票房就達17.89億人民幣，爛番茄97%高分，狠狠擊碎全網唱衰聲。影片斥資2.5億美金全實景 IMAX 拍攝，重構可馬史詩、獨眼巨人女巫等橋段實拍氛圍咁拉滿，後半段返鄉復仇張力拉滿，影片爭議不斷，黑人演員飾演海倫引來馬斯克公開抨擊。前半段敘事節奏偏慢，復仇結局與反戰立意割裂也遭吐槽，但諾蘭借史詩解構戰爭本質，打破好萊塢流水線套路。馬特·達蒙貢獻影帝級表演，內地定檔8月14日，172分鐘長片能否打動國內觀眾備受期待，票房破17億。諾蘭用爭議不斷的烏德賽給好萊塢上了一課。我跟你說，這年頭能養好萊塢，跪着叫爸爸的導演不多了，諾蘭絕對算一個。你敢信？一部還沒在中日韓上映的電影，全球首週末直接幹到了2.64億美元，換算成人民幣就是17.89個億。這片子就是諾蘭燒了2.5億美金拍出來的。烏德賽，好家伙，前期爭議大到什麼程度？選角被全網追着罵，馬斯克都下場撕了好幾次，多少人等着看諾蘭翻車。結果呢？北美首週末1.245億美元，爛番茄新鮮度97%，直接把那幫唱衰的臉都給打腫了。說真的，諾蘭這次是真咁拍，一出手就給好萊塢工業上了一堂什麼叫大銀幕電影的課。咱們先聊這片子到底爽在哪兒？諾蘭這次沒按套路出牌，他把荷馬史詩拍成了希臘神話版《西遊記》，加甄嬛傳之熹妃回宮。前100分鐘，馬特·達蒙演的奧德修斯帶隊離開特洛伊，一路打怪升級，獨眼巨人、海妖、女巫、海神隊友一個個團滅，那壓抑感直接把我看窒息了。尤其是山洞裏獨眼巨人那段，還有薩曼沙莫頓演的女巫手搓豬臉，我跟你說，那種實拍帶來的恐怖質感，比今年任何一部恐怖片都嚇人。諾蘭真是被大片耽誤的恐怖片鬼才，後70分鐘更絕，烏德修斯只身回鄉。好家伙，皇宮裏全是求婚者勾尖著吵，老婆安妮海瑟薇被一群惡狼盯着，兒子小蜘蛛想上位沒人搭理，達蒙老哥直接開啟伯恩模式，隱藏身份暗中觀察，步步為營。最後宴會廳那場父子聯手大殺四方，情緒堆了整整半小時，釋放的那一刻我整個人頭皮發麻。你知道諾蘭最牛的地方在哪兒嗎？把那場大家最期待的木馬屠城放在了烏德修斯跟老婆的回憶交談裏。城門打開那一瞬間，希臘聯軍對特洛伊不分士兵平民的屠殺，赤裸裸地告訴你，這他媽根本不是什麼英雄史詩，就是一場利益驅動的慘無人道的戰爭。諾蘭用最硬的工業水準拍出了最脆弱的人性，這就是他給好萊塢上的那堂課。演員這塊馬特·達蒙真的殺瘋了，從軍師的隱忍到父親的責任，再到最後那場反戰傾訴戲，情緒層次多到爆炸。奧斯卡影帝提名，我先把話放這兒了。羅伯特·柏曾森演的那個又壞又慫的反派也絕了，薩曼沙莫頓的女巫簡直讓人生理不適，這謝門兒的表演已經好到變態的程度了。